今日来足球的歌手有罗文玉，我高中的时阵，我去报名五等奖，哎，唱台语歌曲比赛，比较4度2关，是讲四4度票。二关哦。找到巴西瓦力，哦，这支哦是阮太太吼，阮熟悉100工的时阵，会送给我的。那毋是这支去弹吼，今仔日我都袂点食。比亚，来台北10年啊，可能爸爸妈妈拢做烦恼你哦。嘿啊，上点点，甲爸爸妈妈讲的话就是歹势啦，哈，歹势啦歹势我啦，偷偷拍拼啦，嘿啊，爸爸妈妈搁等一个啦。上好听，上时行，拢伫上拍台湾歌。